大家好，我今日會教你哋點樣用港冰通呢個網站來建立球局。首先打開港冰通，然後撳入活動嗰個位置，然後就可以撳建立，咁就可以輸入你嘅比賽名稱。例如你要輸入 Demo3就要輸入 Demo3，然後選擇比賽類型。然後入到嚟就可以撳友誼賽或者積分賽，咁就可以㗎啦。比賽組別就係公開組，不限任何年齡，咁就可以生成下一步，可以撳單淘汰，咁可以輸入20個人做10個後備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就下一步，地點就可以輸入。聽日嘅夜晚凌晨12點，咁就可以㗎啦。開始比賽就係12號星期日嘅4點至6點。比賽結束時間係12號嘅6點鐘，咁就可以㗎啦。下一步係啦，跟住咁就成功建立咗個比賽㗎啦。